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舊年11月發表涉台言論，導致日中緊張關係升溫。到訪日本嘅中國內地旅客持續減少。日本政府觀光局星期三公佈嘅數據顯示，舊年12月中國內地訪日旅客數量為33萬人次，較前年同期嘅60萬4200人次大幅減少4成半。數據顯示，自舊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台錯誤言論之後，內地赴日旅客開始明顯減少。舊年11月內地訪日旅客數量大約為56萬3000人次，較前年同期比較增加3%，但同10月份嘅71萬5700人次比較減少2成7。香港方面，舊年11月同12月去日本旅遊人數持續上升，上個月有29萬1000人次去日本旅遊，較前年同期大約28萬6000人次輕微上升1.9%，按月比較就增加4成，而11月份人數按月比較就增加大約6%。上月到訪日本旅客以南韓人最多，達到97萬4000人次。雖然到訪日本嘅中國內地旅客持續減少，但舊年全年訪日旅客數字仍然較前年增加近1成6，增至接近4270萬人次，打破前年創下嘅紀錄。日本旅遊業界預計喺中國內地遊客訪日前景唔明朗嘅情況之下，今年到日本遊客整體數量可能會下跌3%。無線電視記者趙步思報導。